8号的17号南天宫，去年过年期间是举办跋杯送火龟的活动，真受欢迎。今年伫过年期间举办点灯跋杯比赛，奖品伫今年变做真高额的奖金。头奖666666啦吼，啊，搁来一个17名的6666，象征着阮17号啦吼，所以总金额就是779988啦吼，这是阮丰富潜水家己发挥吼，找来信徒大家来捐献的吼。遮民众伫庙内底点灯，就会使参加比赛。刷落来，若是有连续2个圣杯，就会使进入决赛。只要有参加，拢有参加奖。疫情的关系，大家会当有这个福气，通早转去厝的，唔免行啊吼。来丰富潜水遮点灯吼，会当送一个露营区营地免费券啊。到2月12日为止，大家拢会使做伙来参加。希望有能拜拜得到生命的保庇，嘛有机会甲高额奖金摕走，做伙为新的一年带来一个好的开始。